写予母语老师的批。本土语大展外来政权的华语实行已经18冬，若请囝嘛已经成年，是安怎？咱本土族群讲母语的环境颠倒缩小，人口减少，年龄层降低，到行入死亡的界线。这原因若政策有问题，第一线的教学人员嘛爱承担部分责任。母语老师的身份分体制内甲资源两种，心态分信教甲家教，教学分华语式甲台语浸水式，文字使用分罗马字派甲汉字派。足无简单才单调概念独裁的不公不义，到有台湾主体意识来推行的本土化台湾学教育。所以做母语教师的人，敢是爱有正确的台湾史观、语言的公平正义、明辨是非的觉醒，上好阁有革命的意识，为复兴母语的前提做基础来打拼才对。毋过是安怎恁会屈服投降？对母语课老错行事，甚至凊彩侮辱化，人若有志气，就算互饲伫涂骹，嘛爱找变身的机会。咱敢有民族精神？咱遮侪人摒输一个外来语，阁好意思讲，阁用过去禁母语来做借口，讲即款失志的话，根本是未战先输，惊甲破胆，失去战斗力的也未到，嘛出卖台湾份的正义甲尊严。第一线的母语资源教师，若干那靠领钟点费是袂当生活的，永远都拼袂过在野的教师，颠倒排着害死母语的罪名。毋过，若客观徛伫台湾主体思考母语的未来，替母语奋斗，诚做历史的见证。即款使命甲意义是值得人尊敬的。千万毋通落座替中华民国外来政权来消灭家己，斩断咱阿母的话甲文化的根。台湾是小小啊，毋过咱有足多元的语言差别，才会当成做南岛语的源头。咱母语教师的责任是利用无形的语言，传达族群的生活智慧、文化历史，化作有形的文字，记录祖先的灵魂故事，继续伫即块宝岛定根生炭。这才是咱伫世界徛起的本钱甲特色。希望各位母语教师脱掉华语的衫，免管上课时间的济少，请勇敢有自信，一直讲家己的母语。